哦，这厉害啊！哦，这多。哦，病人这多哈。嗯，缺点就是有那个广告，看看现在这个应用程式操作过程，小心那个引诱广告。缺点就是这个广告啊。你看，缺点就是那个广告啊。哎呦，你看啊，太多引诱人的广告了。免费的，但是有引诱的广告啊。哈，这真的是很厉害呢。有办法这样，有预览，有照相。你看，要出现广告，那一多很多都引诱人的广告啊。免费的手机程式 APP
下载操作过程会有引诱人的广告，要小心啊，要先有心理准备啊，实无血啊，才有办法使用这些靠高科技的产品啊，实无血何处非南海啊，至于道无家即西天。实无血何处非南海啊，至于道无家即西天啊。还要做评价。大概都有广告了。哎呦，还做成那么难看的脸，哦，可怕呀！哎呦，做好看的脸比较好吧，慈悲吧，给人快乐吧，给人欢喜吧。你看，都是说要允许使用档案、照片、录音。小心哦，拍自己。还有这画质解析度怎么不好？漫画当然不能像照片了，也可以照相，也可以录影，也可以照自己。左边这个按钮是照自己，右边那个是录影，可以录影。哎呀，录成漫画型的影片有没有创意啊？看，做出来作品就像漫画里面的图案了。你看，要是用一些会引诱人的东西啊。对，要看看。为了学习，要花很多时间呢。你讲开过了吗？还要设定啊。你看，要出现那个引诱人的广告啊，真麻烦。哎呀，操作这个手机程式下载安装，它就会有一些引诱人的广告啊，要小心哦。要先有定力、有智慧啊，不要迷失啊。你看这个又是引诱人的，很多会引诱人。
这个是在请求说允许储存的照片呢，用引用媒体档案呢，拍照、录制影片呢。哦，这些程式都还可以拍照加上录制影片呢。为什么要这边晃动呢？奇怪，为什么就停在这里呢？原来按这里会变化。哎呀，按这里会变化，各种背景，各种颜色了。黑白绿色网状，各方各了。是什么？哎呦，原来是要按这个向下的图案啊。哎呀，还教你怎么弄呢哈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智慧这么高啊！还会引导怎么做啊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哦，开启档案照片了，开启影片档案了。3D 幕Effects， 哦，立体电影。哦，3D 电影。